虔诚的听众，熬早。现在是前甲一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4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4页，上解尾一逝，上解尾一逝，就是已经解说甲用本无生，上修是正，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即马就是要来刷落解说下面，下面就是法海言下第五，以其赞曰：即心原是佛，本我义自屈，我地定慧因，上修立自物。这呢就是说明啊，六祖慧能大师为法海说法。在前面是讲法海法师啊，最初来亲近六祖慧能大师迄个时阵啊，问伊即心即佛的道理。迄当时阵，六祖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啊。讲前念不生就是心，后念不灭就是佛。一旦好生一切相就是心，一旦好离一切相就是佛。这只是简单的说明。家长若是要详细说明啊，费尽了规矩的时间也说袂尽。所以慧能大师又搁再用个机来讲啦。讲这个心呢，名叫做讲慧，佛呢就是定啦。定甲慧会当好来平等，会当好来修持，心中就会当得到清净。会当好来了悟这个法门啊，乃是啊，爱有过去以来研习之性才法度。但是这个心伊的作用啊，虽然是讲有作用，却是啊无生，所以叫做讲无生呢，就是无动念。一旦后来定慧上修啊，那这呢就是这种的正当的法门。讲这个道理了，法海言下第五，就是讲这位法海法师啊，在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这几句话，安尼呢就随时啊来得到开悟啦。按这个叫做法海啊，言下第五。所以叫做讲言下，就是讲伊讲话迄个所在，听迄句话呢，毋免搁再经过真久的时间点啊去甲伊思考啊，就是只有啊听迄几句话迄个所在。随时都悟啦，安尼这名叫做言下第五。言下第五了呢，就以其赞曰，就以这个其呢来赞叹啊，以这个其来赞叹，也可以讲一方面是赞叹慧能大师的伟大，一方面呢也是啊赞叹法的奥妙。讲即心原是佛，本我义自屈，我地定慧因，上修立自物。即心原是佛，讲即个心呢，原来啊就是佛啦。咱平常是将即个佛界当作讲是高高在上，咱呢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众生。但是呢，在凡夫
众生心中有佛性，也会当回来离一切相啊，这啊就是咱的清净的佛性。所以即心嘛，原是佛，也可以讲就是前念不生，后念不灭，会当回来生一切相，离一切相，无异差别。那这呢，就是佛。讲本我而自缺啦，讲过去呢，未晓来了我，所以呢就自缺。这个缺就是屈辱的意思，也可以甲当作讲就是叫委屈的屈。因为无了我，所以自己啊就屈辱了自心的佛，也就是讲将自心记住的佛来给委屈了。本来呢自心有佛，却是呢无了解。使这个自心的分呢，埋没在五蕴散中，埋没在重重的烦恼中。这就是本我而自缺。就等于讲有一个真正好的人才，藏伫众人的内底，唔知影，安尼岂唔是真正委屈了这个人才呢？甲这同款的意思。讲我伫定慧因啊，上修离之本。讲我呢，现就是啊，已经知影定慧的正因，禅定智慧啊，爱平等修持。那心就是慧啊，慧就是定。所以这个定慧的正因啊，也都是心，也都是咱本来所记的佛性。对这个道理啊，已经有了解了。讲双修离之本，双修就是讲定甲慧呢，两个同齐修。定甲慧两个同齐修呢，就是当来远离了一切相啊。之物，伫遮所讲这个物啊，就是世间一切万事万物，也就是一切相的意思。里边正发达方就人7岁出家，常常发法经来礼做事，头不至地，做恶恶，礼不到地，何如不礼？你心中必有一物，问是何事也？或念法经以及3000部。做完你就念10000部，得其经义，不以为信。即以我该行逆境付出事业，都不敌国。天我计划，礼本即万动，抽下不至地。有我最即成，忘讲何无比。在前面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法海法师啊开始了。法海法师呢，以这个字来赞六祖，也赞法的微妙，赞自心的伟大。所以呢，就要来说明六祖慧能大师来教化这个法达的这个因缘呐。这就是在咱这部六祖坛经下面这个基因品第7分类属于第4段。在这个第4段内底，搁再分。如将所念迄段呢，就是在说明啊，对法达的说法中啊，这个法达啦，甲六祖呢初相见面。但是初相见面迄个时阵啊，六祖慧能大师呢就该开始一番咯。怎么来依照经文来说明？经发达，这个经就是一个出家人的意思，就是讲有一个出家人呢名，佢就讲做发达。那
那这个发达呢是方舟人，这个方舟呢就是一个地方的名，就是一个州啦。在隋朝迄个时阵呢，有这个方舟，但是无偌久呢，搁再废掉。也当朝时阵又搁再改设。那依照现主是讲起来，就是属于江西省的南昌县。所以这位发达法师呢，要咱现主是讲起来，就是在江西省南昌县的人。讲这位曾发达啦，是7岁出家，就是讲7岁就出家了。可以讲伊这出家呢，真早。也出家以来呢，常常发华经，常常拢都是咧上发华经。内底做事调不记得，但是呢，伊来礼拜做事，就是讲礼拜六祖慧能大师啊，伊的头壳呢，无该拜甲头壳落去。咱即嘛来讲这个法华经，所以佢就讲法华经呢，就是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拢总有7卷，拢总28品。这是在妖精迄个时阵啊，有一个鸠摩罗什法师来翻译。在明朝有一位智学大师就安尼讲啦，讲这个法华经呢，就是如来究竟的极淡啦。内底呢，对于世尊一代施教，从头到尾啦，讲起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讲，咱佛以教法是将这个教法众生上起头是安怎样教化搁再过来是安怎样教化，最后是安怎样教化。所以这部法华经呢，应该就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伊的弘扬佛法的方法论，就是讲教化众生方法的这种的道理。对于这部法华经呢，必须来爱真正详细个研究，才当了解其中的精髓。也这位发达法师啊，7岁就出家，常常呢就咧上这部法华经，所以佢就讲做上啊，就是讲用过迄个经典给摕出来。即嘛就来个看，上起头呢就看迄个字来念，到尾啊呢会当背上啦。就是讲头到尾呢，毋免看字啊，会当背出来，会当甲念出来。这位发达法师呢，已经到迄个程度。不过呢，伊来礼拜做事啊，头壳呢无打落地。咱要来拜佛也好，要来拜师长也好，应该爱五体投地。这个五体投地就是讲2骹2手啊，搁在头壳，拢拜到头壳落安尼才会使。也伊调不记地啦，这就是一种的无恭敬无恭敬的礼貌。做学法，迄当时阵慧能大师就真无客气就甲伊学籍，这个学就是甲伊学籍啦。讲礼不到地何如不礼？你心中必有一物，温习何时也？讲你伫咧拜我，你这个头壳呢，无拜到头壳落去。也那安尼呢？你不如卖拜所以就讲做调不记得何如不礼？六祖慧能大师因为伊是一位祖师啦，
所以对学人呢，我若是真正无客气啊，就来甲伊开示啊。这个发达礼拜做事头无到甲涂骹，这都是这种的骄傲这种傲慢的礼拜这毋是如法的礼拜所以啊，六祖慧能大师就呢，该指责，该指责这款的无礼的这个慢心这可以讲就是祖师的慈悲啦。讲你心中必有一物温习何时迄何时业？意思就是讲，你拜我，你头壳呢无拜到涂骹落，在你的心肝底一定呢有一个物件伫咧。你心肝底若是无有一个值得你控告的代志，值得你傲慢的代志，你绝对袂安尼。所以咱平常时伫咧讲咱必须爱虚心。所以佫讲虚心，就是讲咱心肝底空空无物件。这个虚就是空虚空空无物件。那这个空空无物件，意思就是讲咱内心无一个控告心、傲慢心、执着心。咱必须呢，咱心呢真正谦下，也心呢真正虚就是讲咱心中呢无这物件伫咧。咱才会当恭恭敬敬来去礼拜。六祖慧能大师，伊是一个开悟的祖师啦。伊知影讲，这个发达伊拜伊伊头壳呢压袂落去，就知影讲你心肝底一定呢有啥物款的物件伫遐，就是控告傲慢的物件。所以就问伊啦，讲温习何时会这个温就是温习，这个习就是积习，就是讲你所温习、所积习的到底是啥物？那这个温习何时，也可以讲你过去所学的是啥物？也你将所学的你甲积在心内，因为讲你是真正了不起的，到底是啥物呢？那这个温习呢，就是因为本身对某一项的修行因为讲呢，伊有所得因为讲呢，伊有较赢过人的所在，也都是有这种的自负的心。这个自负的心，那一般咱社会人可能更加较严重。有学问的人心肝底想讲我真有学问，那伊所温习的就是咱世间的学问咯。有武功的人呢，伊嘛认为讲伊真有武功所以伊温习的就是属于武功啦。或者是讲有工艺的人，比如讲伊真够煮菜，哇！伊认为讲世间人无人比较有煮菜所以伊所温习的就是属于煮菜的功夫。无论是讲倒一方面的工艺，伊认为讲伊真了不起，伊的成就真大，所以就会目空一切。这位发达法师伊7岁就出家啦，也上法华经上真济，所以在心肝底，伊认为讲我安尼法华经上遮尔真济，我嘛是真正有修行那我为什么都爱对你恭敬礼拜呢？那伊心中所温习的呢，就是属于伊常常伫咧上迄个法华经。慧能大师甲问讲：你是温习何事我念法华经以及3000部。迄当中，这个发达法师呢，也是真正老老实实就甲伊讲啦，讲呢我是念法华经而且我所念这个法华经已经是9到3000部了
可以讲所念的法华经非常的济。一个人啊，要念3000部的法华经呢，这实在是无简单哦。因为一部法华经拢总7万外字，这个7万外字，咱莫出声念，敢若念在心肝底，咱会当认真做惯想来去念。你若毋是讲用个走马看花，毋是讲你直直甲跳过。你若是讲实实在在啊，有伫咧念，有伫咧体会，要拿呢一部法华经啊，最少嘛是爱差不多念7日啦。当然啦，你若是安尼，直直甲显过，直直甲显过，啊看一个看一个，你无认真甲念，是免遐过时间。你看一部法华经，然后咱落去念，爱超7日。要拿呢？你一年才会当好念偌济啊？一年念无偌济，上加就是50-60遍，可以讲50-60部。要拿呢？这个3000部又是过得念偌久呢？那可见这位法达法师呢，伊伫咧念法华经，那是念真紧，也非常的勤。所以有法度好念到3000部的法华经呢。当然，伊有一个真正祝福的心。伊当然认为讲，当今的学会的人，什么人有像我遐尼只用功啊？一群念法华经念3000部啊，你录做嘛无啊？你既然你都无必要较用功修行，我为什么都要五体投地甲你礼拜呢？法达法师之所以拜祖师头壳无甲地啦，就是心肝底啊有这个物件伫咧。这正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伊想讲你心肝底到底有什么物件？就是这个物件。一面作曰念欲念之万宝，得其经以不离为信，即以无改行。一当阵六祖慧能大师呢，就该开始了，讲念欲。念之万宝，讲你咧，若是念嘛，念到1万宝，毋是讲念3000部语啊，搁再念到1万部，遐尼真济。得其经义，你会当好来了解到经中的道理，但是你这个心呢，不以为信。这个不以为信呢，就无该当作讲你呀。比人较牛，也拿呢，你就无这个5万心，即以无改行。讲哪呢啊？你就会当好来教我同齐行啦。所以佢就讲改行，就是讲两个人呢，咱的肩胛头甲肩胛头呢，安尼小平安尼行，佢就讲改行。那这个改行的意思，就是讲你若是当教这个功夫呢，你就教我共款。那既然你是教我共款，当然呢，你要拜我呢也别接受你的礼拜。到迄个时阵，你无拜我也可以，因为我呢变成甲你共款嘛，大家都等于是共款呐，无讲什么人较悬，无讲什么人较低。六祖慧能大师家所讲的意思呢，就是讲你现在是只是念3000部，一念3000部到底你干那念对法华经内底道理是毋是有了解呢？这呢，如果甲你进一步问嘛，毋知啦。但是你认为讲你上了3000部的法华经，你内心呢就生起一种的以为比人较牛的这个心理。也就生起一种的控告5万心，这就不对。所以呢，应该就是讲你会当好念到几万部，几万部就是3000，搁再3000，伫咧念到1万部。你不但是念，搁再会当好确实实来了解经中的道理，但是呢，你却无以为讲你真了不起。
安尼啊，你才甲我差不多。也就是讲，你迄当时阵的即个修行的功夫呢，才甲我会比哩啦。啊，若无呢，你根本就是甲我袂比哩。即个所在叫做慧能大师啦。所该开示就是讲，你毋通以为你念法华经3000部，安尼静了不起，因此呢，就生起一个空慢心。呀，你拄着善知识就无要甲伊好好顶礼，就以这个傲慢啊来表现啊，即款呢就是不对，这是啊，就做慧能大师初早见到这个法达啦，就该做即款的开示。祖师的直言啊，可以讲就是对学者的自卑啊，因为伊看讲安尼。这修行修了毋对，为着要纠正伊的错误，所以呢就真正自卑，真正直接了当呢，将伊毋对的所在来甲指摘出来。注意看先听足，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